咱欢迎大家来参加第156回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今仔日的这个会吼，真特别啦吼。咱请到为东京吼，即目前住伫东京的这个 Avery 有吼，是我面册的朋友吼。今仔日伊要来甲咱示范吼，这个统一吼是虾米款吼，免来执行啦吼。其实吼，伊差不多逐礼拜吼，伊遐嘛有一个团体吼，逐个伫遐咧互相伫遐咧训练，伫遐咧学习啦吼。其实做即种物件，可能有人爱试过胆啦，有时咱看到卖句吼，要讲一个咱较无熟的语言就小可安尼心肝底安尼袂定得安尼论啦吼。所以今仔日伊应该是有请一寡因本地因的团队吼，要来甲咱分享吼。咱若有要训练吼，要练一个胆的人吼，拢真欢迎啦吼。Avery 你好，真感谢你来。嘿，感谢大家邀请我来分享吼。你那几点啊？今嘛是日本是12点，甲台湾差1点钟尔。12点吼。你敢会当简单阮介绍一下？你是伫台湾读到啥物时阵较走去日本？大家好，我其实本来主要拢是伫台湾啦，毋过就是因为种种的一寡代志咧，差不多10当前搬来日本安尼。本来其实就是通翻译嘛是做通翻译，毋过迄当阵主要是做华语甲英语啦。来日本了后，因为发生做的代志，即嘛变工程师安尼。其实是即几工，因为即个台语吼，是要甲母语捡转来。佮想着讲，我较早本来是做即个学即个通翻译个，所以才想讲会来办一寡线顶的练习，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文的翻译，练台语的统一安尼。来日本差不多10档啦。哇，你无简单呢。你伫台湾的时，你伫倒一搭？你的台语环境是啥物款？敢会当？再讲这讲起来较歹势，因为细汉其实是婚林啦，主要是住婚林。其实我细汉迄年代拢是，其实细汉迄当阵婚林抑个是台语区啦，就是真正就是下课大家都讲台语。毋过细汉其实我无讲做想要讲，我是后壁吼去美国做交换生的时阵去读册时阵拄着一个伫美国大汉的一个嘛，算是台美人处理爸爸妈妈都甲伊讲台语，我想着讲原来这是有遮尔拼死想要甲台语保存了来家庭安尼，当阵呢就感动的开始较接咧讲台语安尼。迄阵也是你拄好大学毕业了啊。迄当阵抑搁咧读大学，拄好有一个机会去美国做交换生安尼。照我看你的迄个简历吼，你大学部敢是读迄个台敢是？毋是新台。你读新台？嘿。读啥物系？外文系。了后你迄个研究所较去读迄个翻译敢是？无毋对，迄是做时阵，迄是台还是苏台？苏台，迄当阵台也无即个通翻译的即个课程。OK， 恁读苏台翻译系的时阵吼，主要的课程是啥物款？是啥物语、啥物款的语的？啥物语对啥物语的翻译安尼？迄当阵其实即嘛是啦，即嘛台湾较专业的通翻译训练课程基本上都是华语甲英语，华语甲日语嘛有，毋过可能就无英语汉语济，其他语言可能上济是一个可能的课安尼啦，可能无汉语济，主要是英语较济，英语华语。即嘛像讲我知影有一群少年人吼，因有伫甲即个单位的单语文学，想讲要甲伊翻做英语吼。这离学界啦吼，我这拢差不多即马拢是伫民间咧做啦吼。你想讲这离学界的时阵，因敢有即种的趣味，还是讲有即种的资源吼？来甲咱的台语文学翻做英语，翻做日语，还是讲翻做做者种款无共款的语言吼？你想敢有即个可能性？
通话的这种训练目前抑个是民间较济啦。我知影学校内底就是苏台大文系，本来就是有一学期的即个，敢若是台语翻译还是台文翻译安尼。我是听讲后学期即个苏台翻译所甲苏台即个台文所会开一个台文翻译课啦。毋过顶边我有拄着就是即个苏台翻译所的老师，因讲其实即内容要搁咧参详啦。嘿，所以讲，即个学界诶学校内底即种较专业的通话的训练，可能要搁拄开始尔。有兴趣是有兴趣啦，毋过可能即个课程规划可能毋是遐尼简单安尼。照我所知吼，咱即个政府可能有补助一寡翻译的计划，伫美国迄个UC Santa Barbara 遐，过去啊，即大国清敢是哈。也一个设置中心，搁伫盖先，我无确信，搁一个王德威，但是哥伦比亚倒一搭，伊嘛有咧做长期有咧做一寡迄个华文诶台湾文学诶翻译，这你敢有清楚？我较毋知影呢，海外我其实较毋知影。安尼真感谢你吼，安尼无我着甲时间交互你，好无？安尼好，我来请好，多谢。好，安尼好，我想讲，头拄有讲到即个通翻译，尤其是通译嘅即个训练吼，其实今仔就是想讲，趁即个机会，甲大家分享一个。干部通译嘅发展其实才几十档尔，毋过过去几十档吼，为即个澳洲开始吼，伊就是做者即个训练的咩咩角角，到即马其实差不多，就是毋管是啥物语言还啥物语言，基本上伊训练的方式拢差不多。我是讲今仔会当互大家看一个，有兴趣当然嘛会当来练一个吼，来体验一个。当然这毋是全部啦，毋过今仔有法度小解着，其实差不多就是平常时吼咧练的即个方式。我伫咧读硕士的时阵练即个统一练2档，其实2档差不多就是咧练专业。想讲互大家来体验一个。安尼我先即个影片我先放一个吼，看大家听有即个声无。Thank you so much. So I have the distinct honor to introduce a special speaker to the forum. It's my understanding that it's your. 即嘛讲一个吼，若是感觉伤细声，麻烦大家会家己电脑还是手机写先家调较大咧，调到进步吼。因为当然若是做干部通的，可能爱哪听影片，哪听看到一位朋友咧练吼，所以讲我尽量影片莫吞伤大，莫放伤大声吼。好，安尼无问题吼。First time here to Czechia. 好，无问题吼。进来练吼，毋过咧练通译，也是讲咧实际上去做通译工课吼。大家千万莫想讲到现场，就是听着啥物就翻，事先一定要准备哦。毕竟虽然是讲是用影片啦，毋是就是真正现场啦。毋过看这个影片吼，就是大家去想讲，这个讲者是谁？伊为虾米来得到遮？这个主办单位为虾米办这？因为你这事先去准备这，对你来做统一的表现，其实帮助是真大。等下咱拄着一寡例，这个来甲大家讲吼，咱就先来做头一个对咧念的练习。对咧念的练习就是，我声感听得清楚，会使吼？有，听清楚。头一个练习就是对咧念，大家咧外语吼，可能拢有听过 shadowing 这种方式 ，shadowing 有无就是放影片，还是啥物录音的对咧念。咱做同干部同一开始，嘛会练习，就是听这个影片，毋管你听着啥物音，你听有听无要紧，伊念啥物就对咧念安尼。好，敢有人要来试看卖咧？今日咱时间无够。我先来试。好，安尼好，麻烦美粉员来示范一下吼。对咧念 verbatim shadowing 就是你听着啥物，你听无要紧，你就对咧念就好。安尼麻烦美粉员来示范一下吼。来。
Thank you so much. So Thank I you have so the much. distinct So honor I have the distinct to honor introduce a special to speaker introduce a to the special forum. It's my speaker to the understanding forum. that It's my it's your first time understanding it's here to our Czechia. first time to Um, Czechia. Ms. Tsai Ing-wen is a Ms. hero Tsai to many in the Ing-wen, room who support for democracy. many in the She was room who the support seventh president democracy, of Taiwan, the and president of it's Taiwan, just my and honor to it's introduce you my now. honor to introduce her now. Foreign 2000 Foundation Executive For Director Clap Ho, 2000 Foundation and and speakers, Adam Momwa, and and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distinctive gentlemen, I guests, want to thank you ladies for and the gentlemen, introduction. want to thank you.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真好真好，嘿，对你念的你听到，不管听啥物就对你念出来。有啥物要讲这件代志呢？咱咧做公布统一，大家都能知影讲无简单，因为你哪听，比如讲哪听英语，你无法度听过来随翻出来。这甲咱平常讲的完全无共吼，咱平常讲的一定是你去听咧啊，换你讲你咧讲，所以讲你毋是咧听，就是咧讲，安尼你就是做一件代志就好。做公布统一就是要共一时间咧做两件代志，这当然无简单。所以讲一开始大家莫直接开始翻先去练讲即种语言，你对咧念，你听讲者哪听哪讲，先甲即个法度共时间做这两个代志紧嘛，先甲练起来安尼。好啊，到这敢有啥物问题？若无啥物问题，咱就换后一个练习，好无？好，刷来这个练习吼，嘛是做小项哦。嘛是讲者讲啥物，伊就对咧讲啥物。毋过这边毋是对咧念，这边是那听讲者讲，那用家己意思，佮甲用家一种语言，毋过尽量家己话甲伊讲出来。好，安尼来，有想要来试看卖咧无？听英语讲英语安尼，敢有？好，我会使。哦，好，安尼麻烦通上吼。好，安尼无咱刷得来，放落去好无？好，啊麻烦通上听英语讲英语，毋过尽量用家己话，尽量莫对伊诶话讲安尼吼。好，麻烦通上。It is with great pleasure that I join you all at the Foreign 2000 Conference in Prague. This year, forum in person. As many of you know, I completed my presidency Many in people May may already know of this year. that Since then, I have been doing something that I have been longing to do for quite a long time. That is taking some time off. And that I'm taking some break. Doing things that a civilian enjoys doing, reading, having coffee, spending time with spending time in dogs and reading, cats, enjoying my sleeping, of coffee course. and my Now, during enjoying this with my time, I kids. received many invitations for overseas receiving visits. And I have been invitations given a lot of thoughts for on visiting where I should make foreign my countries. first stop And once I'm I am been rested. deciding like where to visit for my first time. 真好真好，感谢通上。好，安尼敢袂使请一个米粉圆甲汤姆桑来分享一个，你感觉讲这两种练习有啥物无共？安尼敢袂使麻烦米粉圆先来分享。这两种的练习有啥物无共？嘿嘿嘿，第你一种比较简单，所以我听到 Every 讲要shadow，我就随举做。啊，第二种呢，就是因为咱要随听到了，你就爱随用家己的话讲出来先，就加较困难。啊，对我做听的人来讲，就讲有两种声音，所以我会较专心听着蔡英文伊本身讲的话，就无时间去听托莫上讲的话。OK， 好，感谢。安尼托莫桑敢有啥物要分享的？这两种你感觉都会无共？我爱想一个，就是我先听伊讲啥，然后我爱想一个，有其他方式安怎讲，所以一个
有当时较困难，因为我不需要会使用其他安怎讲？好，在小同学上来比分完吼，因为咱这第二种对咧念这种 paraphrase shadowing 的时阵，就是爱去消化，因为你若是听无伊咧讲啥物，你无法度用家己话讲嘛。毋过安尼你其实就是你个爱去用较济即个脑、即个精神吼去理解，所以讲有当时较对袂付。毋过大家可能嘛已经有时着讲，这是毋是甲公部统一愈来愈相像？因为公部统一，你若是无法度。公部统一基本上就是换话讲啦，讲这内容换话讲，毋管是讲一种语言，还是无讲种语言。毋过因为是讲一种语言较好练，所以讲咱一开始会当先练讲一种语言，共款一个意思，你尽量用无共的方式，用家己话家讲出来安尼。好，到遮敢有啥物问题？好，若无啥物问题，咱就先换后一个练习，好无？好，安尼来。有想想要试看觅咧，咱为一开始头前吼开始吼，所以讲大家其实已经有听过即个内容吼。咱有人要后一个练习就是一句一句翻，咱咧练同这叫做歹势头拄袂记讲，统一基本上会当分做两种啦，一种是对簿统一。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什么叫对簿统一的？因为讲者讲完，你才个翻对毋对？你翻完再讲话讲者讲，所以讲你是去对讲者的骹步，讲者甲译者轮流讲话。毋过共步统一的，为什么叫共步？因为共骹步，两两共骹步，讲者那拄讲你嘛直直翻安尼，好，毋过咧开始练即个共步统一进前咧，会当先练即种一句一句较短对步统一，因为安尼你较有时间去思考，若是对步统一真正开始咧，你其实讲者无法度停困，有无？你可能一开始也袂关系安尼，所以讲咱会当先练即种一句一句翻，刷来咱就听一句英语翻一句台语来试看觅咧。来，有人要举手无？大家拢做歹势吼，闭关好，安尼麻烦闭关来试看觅好无？好，刷得来吼，就是放一两句即个英语后停起来，则麻烦闭关换做台语。有一寡真正较歹处理的所在比如讲啥物人名、啥物讲名，迄就是尽量重点是讲莫放弃莫从啥物我发袂出来嘛，安尼就是尽量试看觅。好，安尼麻烦闭关吼。Thank you so much. So I 多谢大家。have the distinct honor to introduce a special speaker to the forum. 我有这个荣幸来紹介一個足特別的來賓。It's my understanding that it's your first time here to Czechia. 根據我的理解，你是第一擺來這。Ms. Tsai Ing-wen is a hero to many in the room who support democracy. 蔡英文女士是支持民主制度。She was the 7th president of Taiwan, and 伊是第7任台灣總統。And it's just my honor to introduce you now. 我就榮幸會當紹介伊。Forum 2000 Foundation Executive Director Claire Paul. 2000年論壇的各位。And Speaker Adam Momwa. 伊加講者。And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the introduction. 各位來賓，真多謝
主席的小盖我。Good morning。老早。真好，好，这小批官，好，批官感觉头拄倒位较歹处理，较歹还。较歹还是迄个公假，伊有讲到一个公假的名，过来就是迄个论坛的名，其实我嘛毋知影讲这论坛是啥物，我都翻袂出来，就是敢若较专有的名词，我翻袂出来。好，这小批官的分享吼，咱实际上要去做这个统一吼，事先的准备真重要。我真正我较早伫咧读册时阵练这个统一，老师拢是定定咧做会议统一的老师哦，主要是华英啊。因就讲，就甲阮提醒讲，基本上1点钟你要去做1点钟的统一，你至少爱用3点钟3倍的时间去做准备。要准备啥物咧？但要未到现场，咱会知影讲伊要讲啥物，咱去看主办单位是啥，主题是啥物，这个讲者是啥。有无？像这种演讲吼，一开始一定感谢讲，这个主办单位，这个主办单位其实你去查，一定查有。譬如讲，这个是叫做 Forum 2000，这 Forum 2000，咱伫台湾当然嘛无听过，台语嘛袂去讲。毋过咱今仔要翻做台语，咱就是爱想一个台语名。若是想想袂出来，可能头一遍先讲英语名，可能袂要紧。毋过因为咱是要服务这个台语的观众，所以讲咱事先咧准备的时阵，咱就先想好势。比如讲 Forum 2000，咱到底是要翻做论坛2000，还是譬如讲2000年论坛安尼？事先准备好势，到时阵咱毋免用咱脑筋来处理这，咱就事先家准备好势，安尼就好。还有个这个讲者这个人名吼，伊是人名这种讲名本来是较歹处理的所在，像一般来讲，就是咧做这种会议的统一吼，事先去查尽量准备起来，若是无法度，其实你就是照念，譬如讲。这个头拄讲到，主要讲到2个人名嘛，一个是这个论坛2000这个基金会这篇长Clippo 先生，另外一个伊其实讲了无解清楚的 speaker Edmond 啊，你嘛无确定讲到底是讲啥，这个名嘛毋是咱较惯势去听到这个音乐人名，咱就对咧念出来。这时阵咱头一个这个 verbatim shadowing， 这个对咧念练习的最重要。你听到迄个音，你就紧甲伊掠起来，甲伊弹出去安尼。好，到这讲有啥物问题？好，安尼我来佮讲一件代志哦。头拄其实伊有讲到这个国名 Czechia 啊，有讲蔡英文女士是头一遍来到这个 Czechia 啊。好，我感觉头拄批官真巧呢，头拄批官就是是头一遍来到遮，是无翻汉的面无毋对啦，毋过有当时啊，或者统一你想想无，会当毋免讲汉的面无毋对。毋过咧，咱若是既然咱事先若是准备着这个活动，咱知影讲，伊就是伫倒位举办，基本上这个事做可能会出现，咱事先就会当先去查者 ，check 有无华语叫做捷克。去查啦，就是台语新闻有人念做普拉哈，因为伊敢若伫捷克话是说普拉哈安尼，就是迄个，我念无好势啦。有人就是有台语新闻直接讲布拉格敢若无直接讲英语 check 毋过咧有人用即个汉字来念，有人有台语新闻报做是捷克，有即个 Wikipedia 讲啥什物捷克安尼。即马因为这也无一个标准，所以讲基本上你翻倒一个可能拢有人无欢喜，嘛拢有人会当接受。毋过像即种有法度事先准备起来，咱会事先准备起来，咱莫到现场。你明明知影讲即个活动是伫倒一个国家、即个城市，事先这拢会当查咱先准备起来，咱就毋免讲现场再来反应安尼。好，到这有啥物问题？问题。像这种地号名的翻译毋知影安怎翻咧，就是因为我感觉用华语来讲，因为要翻台语用华语来讲，其实无好的习惯。但是毋知影台语安怎翻咩咯。其实这应该毋是讲毋知安怎翻，是毋知倒一种翻译较好，因为语言咧变化。
豆豆啊，就是较主流、较优势语言，因为伊足侪人咧讲，啊，豆豆诶有一寡较固定诶讲法。即马华语、英语翻做华语有一寡惯势，啊是讲即个国名、地名固定安尼讲，这是因为足侪人咧讲。台语即马困境是因为较少人咧讲，所以讲无一个固定诶即个翻法。我会当甲大家挂保证啊，毋管你安怎翻，一定拢有人无满意。拢有人无欢喜，这毋是因为咱翻了无好，这是因为即马即个台语界、台文界无即个共识吼，大家无即个关系安尼。我认为啦，其实这无一定是这无一定是讲无好呢，因为咱为虾米华语甲英语敢若标准较明显？这是因为过去吼，即个语言的标准就是比如讲政府，还是讲有法度去读册人来决定。我感觉台语即马较无标准意思，其实就是较民主、较多元。现主席若是真正要去做台语的统一，我感觉会当事先去问即个主办单位，因为主办单位伊办即个活动，一定有伊迄个目的，一定有伊的想法。伊若是希望讲尽量用台语讲，还是讲尽量念原本的，还是讲尽量，还是讲你就是互观众较听有利用，譬如讲。捷克、布拉格这种，你互主办单位来决定，你不一定家己决定。若是讲主办单位讲拢会使，安尼你家己决定。譬如讲，头拄讲就讲，你希望讲尽量莫去挖课华语，安尼我感觉讲你，譬如讲你去听一个 check 伊原本的发音，你去学不要紧。啊是讲你要用英语，毋过这其实拢有一寡争议啦。譬如讲你原本迄个即个 check 发音声为迄个音，我其实练袂起来，所以讲我可能用较我台语的音，毋过较我台语音，因为大家无关系课，所以讲你肯定要改水一个。啊是讲用英语 check 起来，其实有一个问题是讲，咱讲卖挖靠即个主流较优势华语，安尼为虾米挖英语咧？咱咧做即个通话，其实也有一个意识，就是讲语言咧交流的时阵无一定平等。毋过咱做一个通话一个专业人员，应该爱想办法去互语言平等来交流安尼。好，多谢。好。安尼我讲一个吼，大家头拄听着敢有感觉怪怪所在？头拄即个主持人咧，小解的时阵讲台湾 7th President 啊，头拄敢若是翻做第7任总统，大家感觉讲倒位怪怪？会当讲台湾的第7任总统。蔡英文女士是第几任？大家敢知影？大家想一下，台湾民选总统其实这个总统包括无民选的人就是已经足侪任嘛那有可能敢若第7任尔。而且毋是台湾，是中华民国。嘿嘿嘿，是安尼问，毋过这其实另外一个问题，台湾甲中华民国问题，这是咱等下再个讲，咱先讲这个这个 The 7th President， 意思是第7个人，无共款的人，伊其实是第7位。这其实是吼，这无共语言拢有一寡讲较明，还是讲较无明的所在。比如讲 ，The 7th President， 真正无可能是第几任的意思。毋过我后来去查，发现这应该是第7位。就是头拄这位朋友讲第7位蔡英文女士应该是第14、15任安尼。像这种，咱若是咧做翻译的时阵，因为翻译你爱去查每一个字、每一个词，你爱想到就认真的，有无？你啊做斟酌的，你去查，你就发现讲原来蔡英文伊是第14、15任，应该是讲第7位总统，中华民国第7位总统安尼。反正我即马伫咧看 Wikipedia， 应该有是第8，因为有马代理哈，我即马伫咧看 Wikipedia， 蔡英文应该毋是第8，第7位，好，第7位，好，讲到这咧，大家应该有想到讲，就是咱伫公布统一的现场，咱无可能叫公家停下，歹势你懂咧，你头先讲这 7th President， 我毋知影，我去查者，无法度，公布统一你就是一直做落去，所以讲这时阵你先莫讲出来。你若是有法度，你若是真正
有法度你请，譬如讲，甲你做伙做干部统一的即个叫做 BuzzNet， 去查一个，有当时会当安尼，毋过若是无法度，你先莫讲出来。至少你知影讲，伊是台湾的前总统。因为这个时阵，这个演讲其实是10月的时阵，迄个时阵已经落任嘛，已经毋是现任的总统。至少你知影讲，伊是台湾前总统，你先讲台湾前总统，后壁若是查着有确定，你才去讲出来。因为像这种统一的现场，你就是无法度像翻译安尼一个去查，一寡较无把握的，你先莫讲汉语名，你无确定讲蔡英文到底是第几任？毋过咱应该大概想着讲，中华民国的总统应该无可能干那7任遮尔少。这时阵，这就是莫讲，咱先讲伊是台湾前总统安尼，还是讲有做过台湾总统安尼？好，这个问题到遮 OK 吼，没问题吼。好，安尼咱转来讲，这个头拄讲着啥物？伊到底是台湾总统还是中华民国总统咧？咱除非是一寡较特殊的国家，毋过若无咧，基本上统一，莫讲家己话。咱讲统一，毋是讲家己话，是讲别人的话哦。若是即个公家，伊是讲Republic of China 安尼，咱就是讲中华民国。但伊若是讲台湾，咱就是讲台湾的。毋管你有认同无，咱做即个统一，咱是一个译者，咱是去替别人讲话，咱毋是讲家己的话。伊若是讲中国大陆，咱就是你若是讲 Mainland China， 咱是换做中国大陆。因为大家来听，毋是听你译者讲话，咱是听长官长是要听公家讲话，只是讲语言无共，需要透过你的统一服务来理解公家。尤其是这种较政治、较国际关系较有相关，莫去改。嘿，有啥物责任，有啥物会发出啥物代志，迄就是算公家诶，袂算你头顶。你若是主持人明明讲台湾 7th President， 结果你换做中华民国第7位总统，虽然讲你安尼讲无毋对，毋过实际上这个责任应该是互公家去担，公家讲啥物，咱就替伊还啥物，咱莫替伊改吼，除非是伊真了讲了一寡无面的所在，咱有当时会当替伊说明一个报一个安尼。好，讲到遮，有啥物问题？好，若无咱即个一句话，咱搁来一位好无？敢有人要来练一个去看卖咧？放一句两句英语，你换做台语安尼。若无就是请咱固定成员，好无？来，我有来啊。常用来，安尼麻烦常用好无？好，那是无人。好，来，安尼麻烦常用吼。赶快吼，放一两句英语out听咧，你才换做台语吼，麻烦常用。好。It is with great pleasure that I join you all at the Forum 2000. 我听你这个翻吼。好，小大一咧。好。嘿，咱等下就做干部同意吼，莫紧张吼。好，来。It is with great pleasure that I join you all at the Forum 2000 conference in Prague. 我真欢喜会当来到这个所在来参加这个论坛2000。This year, in person. 今年我是亲身来参加。As many of you know, I completed my presidency in May of this year. Since then, 各位拢知影，我今年5月时阵已经为这个总统的职位落任嘛。Been doing something that I have been longing to do for quite a long time. 我即马会当做一寡我一直想要做的代志。That is taking some time off. 迄就是来休困者。Doing things that a civilian enjoys doing. 做一寡一般的人介意做的代志。Reading, having coffee. 读册，啉一咖啡。
spending time with my dogs and cats. 狗仔甲猫仔耍。And sleeping, of course. 当然，还有困。Now, during this time, I received many invitations for overseas visits. 这段时间我接到足侪海外的邀请。And I have been given a lot of thoughts on where I should make my first stop once I am rested. 我想考虑真济，就是我第一个爱去访问的国家是倒一个？好，真好，真好。常用感觉头拄倒位较歹烦？哦，嘛是即个 Prague， 就是即个地名的所在，就是台语较毋知要安怎讲。好，像即种其实头拄就有讲吼，因为即马台语文界也无一个固定的即个惯势。像若是敢若出现一遍吼，跳过去可能要搁较无要紧啦。毋过后壁若是搁出现吼，大部分拢跳过去是怪怪。搁另外一个是讲，尤其是主办单位，尤其是有出钱的迄种吼，因其实嘛无一定真正知影讲即个干部同意是要安怎做。毋过因真正去听讲，你敢有讲着即主办单位，敢有记着即个名，敢有讲毋着即个是啥物国家啊？即个啥物执行长是啥？即个人名我念毋着无？因对这其实是一定会去听这，所以讲。我赶快是建议大家讲，事先有法度准备的，你事先去查就知影讲，这是伫即个节课，即个布拉哈，就是即个所在。你要安怎反事先，你先家己决定。你那是你去，譬如讲甲主办单位沟通过，还是讲主办单位讲拢会使你决定，感觉讲好啦，来听的即个台语观众，毋是讲每一个人拢有咧做台语运动，可能伊听即个华语较惯势，安尼反做即个捷克布拉格嘛无要紧。我意思是讲，莫到现场听，因为现场有做者爱处理的代志，有做者资讯爱去消化，莫到现场才来想即件代志，事先有法度解决，有法度处理好势，咱就先家处理掉，咱就毋免现场才想讲哇。即个check 啊，我要安怎翻即个Prague 要安怎翻？安尼你就电脑无法度去处理其他物件，重点是即个吼。好，到这讲啥物问题？若无啥物问题，咱剩19分钟，咱进来做即个公布统一，好无？好，安尼因为这段吼，就是其实这种甲国际关系相关的，尤其是较政治物件，其实较歹烦。毋过为虾米今仔经这段呢？因为吼，一个是讲，我认为来这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人，可能对这种较有兴趣。另外是一个讲，即马台语统一吼，其实大家较无机会去听到。毋过有当时啊，这出现台语统一，就是像走这种。譬如讲，啥物10月10号的迄个典礼啊，还是啥物甲国家较政治较相关的，所以我认为讲即种虽然较歹烦，毋过即种较甲台湾政治较有关系哦，可能大家加减嘛是爱练一下安尼。好，若无啥物问题，咱就进来练公布统一好无？咱为头先开始翻好无？来，有人要来挑战一下无？就是听伊讲英语，你就一直翻台语就好。好啦，我来讲。哦好，安尼麻烦米粉丸。啊是，咱阁有其他人要讲着。好，不要紧，因为今仔做者人可以是头一遍吼，来看到即个统一的练习吼，可能要个较必须，不要紧，麻烦即个米粉丸来示范一下，好无？好，安尼麻烦米粉丸听英语示范做台语吼。Thank you so much. So I have the distinct honor to introduce a special speaker to the forum. It's my understanding that it's your first time here to Czechia. Ms. Tsai Ing-wen is a hero to many in the room who support democracy. She was the 7th president of Taiwan, and it's just my honor to introduce you now. 我请英英学长来介绍伊。
Forum 2000 Foundation Executive Director Claire Paul and Speaker 公元2000论 Adam 坛 Mova 的 and 主 distinguished 主办 guests, 人， ladies and 这个 gentlemen, I 咱 want to thank you for the 在 invitation. 场的陈新律师 Good morning. 非常感谢您，大家早安。好，咁咪使麻烦常用何必分完一寡意见。还是我感觉袂歹啊，无啥物足深入的意见，对我感觉即摆米粉难做甲真好。好，他拄应该是无啥物问题啦。讲到国家的所在，可能因为无关系吼，讲即个直客的所在，可能小可卡一个。毋过既然我感觉。像即种咧犯即种较歹处理，尤其是也无即个固定即个标准是国名地名吼。若是我家己啦，我会至少会去练迄种较歹讲，譬如讲，因为台语内底真正袂去讲即个直客，毋过我知影讲有一个台语新闻安尼无，我就是咧事先准备上我会加练几遍，有当时需要用的时候，我都有法度讲了较熟手安尼。好，你看咩啥物？大多真讲了做心虚，对，迄两字。另外就是迄个插长的迄个乐长的，我即摆大多虽然听过即个解啊，毋过嘛是毋知伊到底是啥货。倒一个部分。就是迄个主办即个啥物论坛的人，伊头前敢有一个足长的名，我拢敢若记着这，因为咱目睭看会到顶晚写 Forum 2000。哦，好，我应该知呢。无咱倒来听一遍，听看卖好无？好，等下哈，我应该知你来讲。Forum 2000应该是为遮开始嘛，对不对？好，咱来听一个吼。Forum 2000 Foundation Executive Director Claire Paul。应该是这个嘛，对不对？对。这就是吼，真正是历史性，若是无准备着吼，这真正是做歹消化。伊其实嘛无讲啥物啦，因为这个活动伊的主办单位就是 Forum 2000 Foundation。伊一般咧演讲的时阵吼，尤其是这较正式，一定会去先讲者会先感谢主办单位，尤其是咧主办单位的即个头人，可能是啥物会长啊、执行长啊、啥物先生、啥物律师，就是你邀请。这其实一般拢会安尼，所以讲咱事准备的尽量该准备起来。伊头段是讲 Forum 2000 Foundation啥物executive Mr 啥物 director 嘿。Mr. Claypool， 安尼嘿，那是事先有准备起来，你就先来念过去。论坛人请基金会执行长Claypool 先生，嘿，无准备着，你就是一定还袂好势啦。这时阵真正就是像美环讲的吼，去看讲顶讲下这个 Forum 2000安尼，应该是这个 Forum 2000的啥物大头安尼，只是讲真拍算吼，这事情我都准备的物件，结果就是听着遐，你就是想讲要安怎翻后壁的无法度听清楚吼。伊这个有搁较麻烦的所在是，因为伊是一个专有名词，乐等，伊拢大差不多有5-6个名词连线列做伙。所以讲像大多咱讲2000 Forum 2000，加。来尾个出现一个 foundation，所以就毋知这 foundation 是对头前还是对后边呢？就较要还用足长。照这个语法其实应该是连做伙啦，毋过就是安怎讲呢？就算讲事先吼，真正无时间算无准备的吼，至少我感觉讲咱会当提醒家己讲，像这种演讲吼，一开始。的拢会感谢这主办单位，而且感谢主办单位上，一般来讲，拢会讲着迄个人名，啥物人名就是这个主办单位上重要，还是讲有来到现场的，至少咱有这个意识啦。
嘿嘿，有这个意识，会知影讲哦，即马讲者可能是要讲啥物，安尼有一寡较听无清楚的所在，无要紧，至少嘛知影讲者即嘛是咧感谢即个主办单位来甲邀请。有当时真正你讲袂出，你干那讲一个主办单位意思是有够啦，毋过主办单位若是有咧听你做同业，感觉讲即个做同业敢若较办段的项目，即个名拢无讲出来是袂晓翻，还是事先无准备着吼？这时阵代志会变空安尼，是这个意思吼。好，若无啥物问题，安尼后壁1分钟，即个公布统一，敢有人要来试看觅？我来听说。好，安尼汤姆桑来试看觅，好无？好。Good morning。好的。好，安尼为遮开始吼，听听英语，随还这台语吼，麻烦汤姆桑。It is with great pleasure that I join you all at the Forum 2000 conference in Prague. This year, in person. As many of you know, I completed my presidency in May of this year. Since then, I have been doing something that I have been longing to do for quite a long time. That is taking some time off. Doing things that a civilian enjoys doing, reading, having coffee, spending time with my dogs and cats, and sleeping, of course. Now, during this time, I received many invitations for overseas visits, and I have been given a lot of thoughts on where I should make my first stop once I am rested. 好，感谢汤姆桑。今日先麻烦美凤丸和汤姆桑一寡意见。好，拄仔听起汤姆桑，应该是本地就毋是讲台语的吼，所以台语对你来讲应该是较需要搁较开较侪开啦，所以讲就无简单的拄仔就是讲我都有想着 Avery 讲的，讲有当时咱就算讲无讲出来时阵，嘛爱甲继续甲对，尽量拢甲顺甲讲出来，安尼互伊，因为伊一直咧讲话嘛，咱就一直有话出来安尼。好，感谢美凤丸。汤姆桑，汤姆桑，头拄感觉倒位较歹翻，较歹处理。较歹处理，较歹处理吼。我想到 civilian， 安怎讲？civilian， 你感觉遐意思要讲啥物？一般的人。一般人，会啊，嘿。像这种的时候，咱咧做同一个时阵，千万莫想讲，就是甲做翻译共款吼。因为譬如讲一篇500字的这个英文好啊，一篇500字的英文，互大家翻做台文，大家用偌济时间？若是我啦，我若是收到一篇500字的英文，爱翻做台文，我相信我至少爱用1点钟、2点钟。去翻去修，一直修安尼。毋过500字这英文哦，若是讲遮用讲，差不多2分钟就讲过去啊。而且共步同意，你毋是2分钟听伊讲完，你再甲翻哦，是哪听哪翻哦。咱本来就无可能，咱的脑本来就无可能用2分钟去处理50分钟，本来用50分钟或者做代志，所以讲本来就无可能遐尼优柔，无可能优柔，咱就是要甲开力放伫去掠。迄个讲者的理路去整理迄个重点，一寡字词，譬如讲 civilian， 那是想袂出来，伊其实就是总统的任啦，它就变做一般人需要无咧个做总统的时阵会当做啥，伊其实是要讲这尔，所以种其实嘛无一定讲迄个 civilian 一定要翻出来，重点是讲伊要讲伊即个有咧做总统的时阵，有一寡无法度的代志，即马无咧做总统啊，伊总算会当来做。
嘿，这个 civilian 你迄个字有翻出来，其实可能毋是遐尼重要。好，到这讲有啥物问题？来，咱们想要来挑战一下。今仔来听一遍，应该可能足侪人是头一遍，可能上过同一课的人，可能嘛无遐尼济啦。到无人要来试看觅咧。好啦，那无我家己来翻好吧？嘿，共款，这头前我做3分钟好啊，麻烦大家听一下。我感觉大家买当听者讲，就是共款一段，其实无共咱来翻吼加减，拢有一寡精差。我感觉大家当比较一下，无一定讲是上翻了较少啊，上翻了安尼袂使，就是无共有无共诶处理方式吼。啊，大家帮我听一下吼。Thank you so much. So I have the distinct honor to introduce a special speaker to the forum. It's my understanding that it's your first time here to Czechia. Ms. Tsai Ing-wen is a hero to many in the room who support democracy. She was the 7th president of Taiwan, and it's just my honor to introduce you now. Foreign 2000 Foundation Executive Director Claire Paul and Speaker Speaker Yuji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来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在下头多各位小姐，大家早早。It is with great pleasure that I join you all at the Foreign 2000 Conference in Prague. 论坛2000伫pra哈布拉格办的一个活动，今年我是亲身来。今年5月时阵，我总统就任，我就开始做一寡我一直想要做的代志。我已经想足久啊。什么代志咧？就是好好休困。Doing things that a civilian 做 enjoys 一寡一 doing, 般人 reading, 爱 having 做的代 coffee, 志，譬 spending 如 time 讲 with 喝茶、啉咖 my 啡， dogs and cats. 甲我一个我甲我做伙，个好 Now, 好 during this 困。 time, I received many invitations 我 for 就接到做些 overseas 邀请， visits. 邀请 And I 我 have 来 been 到海外。 given a lot of thoughts on where 我就一 I 直咧 should make my 想， first stop 我 once 头 I 先 am rested. 要先去倒位咧， Finally, 就 I 临要先 decided 去倒位。 that one of the most 我後 meaningful 來就 and 想到 important 講， things I would like to 我來 do 講上有 is 意 to 義、上 connect 重要嘅代 and 志， be among like-minded 就是 friends. 互有共 Friends 款理 who 念嘅 have 朋友會 dedicated 當 their 鬥陣 lives 拍 and 拼。 careers to 朋友 safeguard 用伊嘅 democracy 生命，用 and 伊 its 嘅工 values. 課來守護 Friends 民主 who 嘅 are 價值。 not afraid of 朋 intimidation 友唔 and 驚威 thrive 權， when 會 challenged. 當面對挑 That 戰。 means friends like 我 you. 講嘅就是在座嘅各位。 Yes, I thought that deserved a round of applause. 我就知影講，我就知影 It 講， is 講就 because 大家一 people 定 like 拍 you 步啊， that the world has been 因 able to 為有 withstand 大家 tough challenges. 一個世界差不多 Tough 面對 challenges like 種種嘅 the 挑戰， pandemic, 譬如 the 講 authoritarian 疫情， influence, 譬如講威 infringement 權嘅 on 侵 human rights, 權， and 譬如 climate 講人 change. 權嘅危機，抑個氣候嘅變遷，種種嘅問題。好，我先做到這。好，安尼咱會當來比較一下吼，就是頭段即幾段其實至少咱有3個人攏有做過吼，心聽起來攏小可無共，有人要來分享一下無？感覺共款攏是共不同，個內容攏講遮講的攏共款咯，為啥物？敢若咱一隻翻出來攏聽起來無啥共安尼？就是我會感覺是迄個，就是像你佇翻譯的時陣。要怎講，就是你的速度較慢，啊，就是用的字較少的感覺，啊，而且有時陣就是感覺講你的迄個翻譯甲頭前
就是迄个在讲的人，就是可能伊已经在讲后一句的时阵，你才在讲头前迄句，所以就是我的问题是讲，就是你安尼敢袂记得讲，就是头前讲过啥物物件，你敢会做，就是用笔做记录啊，啥？好，这敢会使请咱固定成员来分享一下。大多讲，大多有讲到一个问题，讲敢有需要做记录安尼？就讲，那我家己吼，就是讲，因为要做记录，一定是袂赴，迄时间足紧，你爱听头前，搁爱听家己咧讲啥，所以迄时间是个别对我来讲，若讲要做记录是无可能的。就讲大多咱听着 Avery 的，因为应该是足有经验的。若讲在我家己呢，一定有足侪所在漏到。所以讲对我即种刚开始咧学的人，就是讲，我会当去把握着 Avery 讲的迄个原则，就是讲莫停落来，就是继续一直有咧甲讲话安尼。这就是我就讲对我即种专注的人的期待安尼。好，多谢美环分享吼。佫有一位朋友是想要分享，是毋是？好，安尼我先来讲吼。头拄有讲着讲对较近，也是离较远的即个所在吼，无毋对，咱离愈远吼，就爱去记较侪物件。毋过为虾米有当时离较远的较好烦呢？因为有当时你对伤近，像英语甲台语的语法，伊的即个讲法有当时完全无共。譬如讲有当时可能英语，伊即个头先讲即个词，可能台语的语线肯定后壁，你若无加听过，你就先开始翻，其实后壁足歹接，你无就是搁爱搁讲一句，安尼较歹翻。所以讲，一般来讲，就是即种语言的即种语法吼，就是语顺较无共，小可离较远较好，较好翻。毋过咧，就是这其实看伊则随时去调整。伊若是讲到一寡做歹记的所在，比如讲头拄仔讲啥物，啉咖啡、看册，甲啥物猫仔狗仔做伙好啊困，这个咧其实拢是无啥物关系，但是伊可能嘛是凊彩讲。即时咱对较紧，伊就听咱伫啥物应该弹出来。毋过有当时若是讲迄句较长，而且呢听头前其实无确定伊到底想要讲啥，咱就小可个等一下。爱看伊看伊的速度，看伊即个资讯是啥物款的资讯出来，这其实随时去调整，这其实嘛是咱为虾米练统一个统一，毋是你知影迄个技巧就好，咱就是一定定练，那才有法度去练迄个反应安尼。有当时咱对较近的较好反，有当时离较远的较法度去好好用咱的目标语，譬如讲台语表达出来。好，咱其实拄好到1点钟啊吼，安尼咱是毋是就是看大家有啥物问题，还是讲其实想要试看嘛是会使啦，敢是安尼？我无问题，你拄仔讲后摆就是迄个讲人较久诶，所以较知影讲迄语法不共款嘛。但是有他人较久诶后壁，你也讲后壁，因为你再个等于翻译个后壁迄句啊，无清楚是袂记得讲后壁你知翻咩安怎？你临时安怎？其实这个开车共款的，大家开车应该知影讲对愈近对较近的甲离较远的，拢有伊的好处甲无好的所在，对毋对？毋过你讲一定对离较远较好，嘛无一定啊，你嘛袂使离伤远啊。尤其是我即摆讲的毋是讲头前是甲你无关系，比如讲你甲朋友做伙出去佚佗，两台车对毋对？你毋知路Google 地图肯定嘛找袂你定对伊。安尼你对伤近伤危险，你若离伤远，无定向就看无伊挖一个，咱就看无第一个所在。这其实是反应吼。头拄大家一直讲着讲是毋是离伤远无好安尼？离足近吼，真正无一定遐尼好哦。看我能不能来试看觅。我意思毋是讲离伤远。
离较远啊好，我就讲，他需要离较远的时阵，但是你后壁迄句话伊个讲的人讲另外迄个语言的人，你迄个人后壁迄句你也无听清楚，因为你还个头前迄句的，后壁无听清楚你要安怎，是安怎现场安怎换安怎。这位朋友意思敢是讲，你讲话时阵无法度去听着讲者在讲啥物？对。不是，那听一个物件，另外个嘴讲一个物件，这是上基本，这功夫要先连起来。那是你家己在讲话时阵无法度听着讲者，可能代表讲较头前较基础一个训练，比如讲对你对你讲也未连起来，迄时阵可能要登去联系。了解。对呀。好，他多 A B 款是想要分享啥物是毋是？无啊，若要分享，我拄多有一个就讲，拄多讲咧对较近，一点点啊，亲像讲，有当时咱咧翻的时拢会较照迄个字面的言语的意思咧翻，毋过拄多啊 ，every 咧翻的时就加较，伊会用较台语的即种咧讲话即种方式来翻，比如讲伊讲蔡英文伊讲讲啥物so I always want to take something that I always want to do. Like reading, having some coffee 即段只。但是 every 翻来就讲比如讲啥物话呢？就讲伊讲 that is， 毋过 every 会讲比如讲啥物话呢？看册、啉咖啡安尼。对，佮再看册啊，有当时我像我直接就翻做读册，其实毋是读册，是看册。感谢你分享。想用要分享啥物？我就是讲，我一开始嘛，安怎讲，就无关系讲哪讲话哪听，不过我了我发觉迄是一个，就是我感觉摘要的功夫最重要，就是讲你是抓着一个迄句话一个感觉，还是讲伊一个意思，就是才甲伊讲出来。他拄仔问讲，就是听袂着，就是在讲话时阵，我都听着迄个讲者在讲啥物话嘛。其实我了，我发现讲我嘛无听我家己咧讲啥呢，尤其是大部分的时间是咧听迄个人咧讲啥，所以家己的喙就是爱主动甲遐话讲出来。我的感觉是安尼，我毋知影甲别个人是安怎，毋过我感觉我了抓着迄个感觉，差不多是安尼。甲大家分享者。好，小等一下，我先分享一件代志。你做干部同业的时阵，咱共时间做3件，这三回数吼，一件是讲去听，一定要听讲者咧讲啥物对毋对？另外一件是来翻出来对毋对？佫有一件代志是你还去听讲家己咧讲啥物。所以讲一般咧做干部同业个吼，伊耳机安尼挂哦，就是一边有无？我放伫我耳孔遮有无？我听讲者安怎讲？我这边无，我耳机无拄伫我耳孔遮，这边我要听家己讲话。安尼，咱因为做干部同业是足忝，咱平常时话讲毋对，话咱可能随注意着。毋过做干部同业时阵，你爱去赶快去听家己讲啥物，因为做干部同业你足忝诶，你家己讲毋对，你可能家己袂注意着。譬如讲头拄要讲看册，无说你讲做读册，伫台语内底读册甲看册其实无共，对毋对？就像我有咯，还是讲变调变毋对，这其实你真正哪翻按哪去听，你想讲哪有可能，哪听一个语言，哪翻另外一种语言，甲去敢听讲学家己讲啥，这就是爱练，爱甲即个筋脉甲伊练起来呢。对，我感觉嘛毋是完全。就是无可能完全听无家己咧讲啥，就是毋过我发觉是迄个注意，就是你爱分较济去听别人咧讲啥，就是你家己咧讲的时阵，所以就是爱家己抓迄个偌济要囥偌济，就是是无可能，无毋对啊，就是无可能完全无听家己咧讲啥，无迄嘛是真奇怪的，就是完全毋知影家己咧讲啥呢。好，感谢上的分享吼。他都有一位朋友要问问题，是毋是？僻静是毋是？是要问啥物问题？无我是想要讲，拄我听逐个翻译，我有发觉 ，every 你翻译的时，因为你像丁丁讲的，你
用的字较少，啊，讲较慢，听较清楚，讲你翻译。啊，人翻译的时阵，我定定敢若较会听袂清楚，讲。I can't difference like speaker 的声甲翻译的声做伙的感觉。这方面是讲咱伫线顶咧练吼，所以讲大家可能无法度像即种咧听同业，基本上你会当切迄个频道有无啊？因为咱即马线顶咱无即种设备甲软体啦，所以讲听起来是较忝啦。这可能就是对大家较歹势。啊，毋过头段吼，咱其实有讲到一件代志，就是讲即个听众的感受，一开始咧学同业的时阵，做侪人感觉我即个字翻有对无，即个词翻有对无？尤其是譬如讲翻做英语，还是讲翻做台语，我伫揣想，啥物做水亏迄个词，我就是一定该翻做安尼。毋过大家莫袂记讲，就是同业吼，你是要互听众听，你还有法度互听众听，有法度听落去。有当时你翻迄内容可能真好嘛，无啥物问题。毋过你讲话的方式，也是讲，譬如讲你的麦克无掌握好势，你的声无够清楚，也是讲你翻了做啰嗦的安怎？你内容虽然拢真好嘛，无翻着，毋过听众若是听袂落去，安尼其实你即个同意的无意义。好，大家安尼讲，大家可能感觉讲无法度感受到我咧讲啥物吼，无我着搁做一遍。即边我就是对较近，而且我就是尽量逐日拢甲伊翻出来，看大家安尼听有法度听规工无？一般来讲有法度需要去听即个会议同业，可能是听规工或还是讲直接听3点钟哦。大家听看觅，我若是对较近啊，尽量每一字每一个词拢甲伊翻出来变安怎呢？大家听看觅呢吼。Thank you so much. So I have the distinct honor to introduce a special speaker to the forum. It's my understanding that it's your first time here to Czechia. Ms. Tsai Ing-wen is a hero to many in the room who support democracy. She was the 7th president of Taiwan, and it's just my honor to introduce him. Foreign 2000 Foundation Executive Director Clappo and Speaker Adam Mongwa and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this. It is with great pleasure that I join you all at the Foreign 2000 Conference in Prague. This year, Prague 即个段年轻活动，今年我亲身来到遮，跟大家讲我今年总统第5个月时阵落地，后来我就一直做我一直要做的代志，这是啥物代志？我已經想足久啊，就是好好啊休困。做一寡人較愛做的代志，看冊啉咖啡。来用这个时间，甲我领我甲我做伙，还佫有。这时阵我就受到足侪邀请，这邀请是邀请我来到海外，我就一直在想讲要去倒位，我首先要去倒位，我见一般人了后。我头前要去倒位，后来咧，我就决定讲，我就想讲，上重要、上有意义的代志，就是有共款，有共款力量朋友会当到因我讲的，就是虽然就是有法度用伊的信仰、用伊的工课来守护民主。我讲的这个朋友，就是毋惊威权。而且有法度伫拄着挑战的时阵，会当来徛起来。我讲的做的朋友，就是在座的各位。好，我先翻到遮。我相信大家的感受应该小可无共，甲我头一遍翻的即个方式。大家也想用耳机听的即个听众，
伊是做一种靠法度连续听3点钟。好啦，大家意见无一定相共啦，大家要分享一下无？我用2种无共的、较无共的方式去翻安尼。好，即摆人较少啦，其实咱直接开麦克来讲话袂要紧吼。即摆我是感先做听无啊。我是感第二个应该你就是阮翻译的人会较贴。讲较侪啊。较大啦，至少较大敢若听1、2分钟，可能大家感受无遐尼深吼。毋过较大即种方法就是，你翻来嘛足忝啊，我嘛感觉足忝啊。尤其是语顺无共的所在，我先讲出来，结果后壁搁爱搁补一遍，搁一直补，我足忝。你听的是毋是嘛？讲我敢若听无，因为就是足啰嗦，而且翻足侪所在其实拢毋是重点，结果我一直讲，观众嘛，即个听众嘛听到足忝。咱咧做广播通译的时阵，尽量莫安尼做，因为你伫遐就是翻到安尼，其实听众嘛无一定听得落去，伊可能头先3分钟 OK， 伊连续听1点钟、半点钟应该就挡袂掉啊。好，到这敢有啥物问题？咱时间剩16分钟吼，刚刚有啥物问题？我有问题，好，我上有啥物问题？我定定毋知影，就是英语的 enjoy 的安怎用台语讲，就是讲 enjoying my time with my cat。比如讲甲猫仔做伙，我一般大部分安怎讲较好？我是建议讲，你做通译的时阵，就是一寡字甲词翻袂出来，有可能是伊的目标语，譬如讲台语本来的语法毋是安尼讲，啊是讲伊可能就无完全对应的物件。这时阵我感觉会当离较远的，就是莫讲去想讲即个字、即个词要安怎翻。其实伊要讲的真简单的，伊就是凊彩记一寡咧，来讲一寡伊即嘛无咧做总统会当做的代志。你讲 enjoy 啥物 enjoy being with my dogs and cats， 其实伊伫即个语境内底，伊讲伊想要做伊做代志，伊想足久啊，总算会当好好甲伊的啥物猫啊狗啊做伙。这其实就已经有迄个 enjoy 意思翻出来啊。除非讲你是要做即个字幕的翻译，你若是要做字幕翻译，有可能即个 enjoy 因为即个字幕有无，伊这字拍出来尽量爱对即个语顺吼，无定真正即个会爱找一个台语对的。毋过咧做广播通译的时阵，即种事其实毋免想遐尼多，咱家己迄个重点讲出来就好啊。好，嘿，请讲。Eric， 我请教吼，如果讲咱去一个意识形态甲咱无共款的所在，讲完你讲的话实在是听袂落啦吼。所以你咧翻译的时，你有法度甲伊改一下无？是讲有啥物技巧，甲即个听众引导去另外一个方向啊无？大原则啦袂使，除非吼。除非你是罗西亚还是中国的这个统一吼，因为政府有规定，不管公家公安专利来改做这个政府，甲政府的这个意识形态较小外吼。不过除了这较威权的国家以外吼，我相信做统一的这个译者吼是公家讲啥物就来替伊翻出来。伊讲中华民国，台湾，啥物你就是共款，你就是翻出来。Mainland China， 你就是翻做中国大陆。伊讲即个台湾，譬如讲头拄讲啥物台湾 7th President， 虽然讲你肯定无认同，你认为讲这毋是台湾总统，这是中华民国总统啊。毋过伊安尼讲，咱就替伊讲出来，为啥物？就算讲有争议，这是公家之间爱去吵，应该去对话爱交流。咱若是帮伊改，咱其实听众观众毋知讲，即马即个话到底是公家讲还是译者讲出来？为啥物译者？为啥物即个译者会当有家己意见？这其实会造成大家混乱啦，而且译者角色，除非你是威权国家啦，无实际上是无应该参加嘅意见伫内底。多谢。
好，毋过讲到这吼，当然这个现实是讲，做统一吼，咱去经历这个重点去讲，去掠讲者的理论吼，真正毋是遐尼简单。有当时啊，拄着一寡讲者吼，讲一寡可能，不要说讲咧，嘛毋是讲政治正确，但是一寡讲生气，真正反出去可能做，是一寡危机，有当时可能会改一个，这是无毋对。毋过这真正是较特殊的状况啦。我听过我较早一位老师讲，哦，伊是啥物，毋知是台湾倒一个官员吼，就是伫较国际一个啥物会议啊，讲着讲哦，台湾的外头安怎安怎，伊是讲一个生气，毋过迄个讲生气吼，可能真正翻出来，互英语科学听着，可能会认为讲这是机械相撞。迄时阵伊就无翻遐尼面，有当时会安尼无毋对，毋过原则上，讲者讲啥物，原则上咱就替伊翻出来，咱莫替伊改，互因家己去交流安尼啦，这是做统一的一个关键。对。好，剩11分钟，来，感觉有啥物问题？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嘿，好，怎么上请讲？Tough challenge 部分，我I believe 讲挑战，毋过你若是想要讲掉即个 tough 的意思，就是会使困难的挑战嘛安尼会使讲。可能托马上是托马上敢讲 tough challenges， 伊个 tough 敢若无特别翻出来，敢是即个意思。我感觉讲伫迄个语境内底，敢若讲挑战已经是真明啊。当然，你要讲是个足困难的挑战，我若是真正头前要加一个形容词，我可能会加足大的挑战，可能困难，即个我家己语感，然后感觉若是困难，确实后壁接一个问题安怎？毋过即种语感吼，可能大家一小可无共啊。毋过我共款是爱提醒大家讲，其实你甲即个 tough challenges 甲 challenges， 其实可能无真正差遐尼济，伊头前后壁斗起来，咱知影讲，伊是咧讲规个国际社会一个全世界，譬如讲民主政权拄着啥物挑战，尤其是后壁伊是有记咧有无讲着疫情，讲着气候变迁，讲着即个为环境即个威胁安尼。其实你就知影讲，伊讲的迄个challenge 是较 tough， 是较大的挑战。我是感觉讲毋免特别去烦恼，除非讲者讲了足慢，真正讲了较慢，而且嘛感觉讲无其他的重点需要特别处理，安尼你处理了较有路，当然嘛是会使。毋过伊头拄感觉伊其实虽然无讲特别紧，伊讲的即个做成其实已经足济啊，咱可能去处理重点已经处理袂赴啊。好，请讲。咱即马台语已经变做官方的语言吼。讲你翻译也是你国会顶头，有人坚持要讲伊话，所以会透过即个翻译啦吼，广播翻译啦。我看咱台湾人即个能力还佫真无够吼。咱即你今日讲这，我感觉足同意的。咱家己本身兼爱无来，必了时阵比如讲翻译甲咱挑战叫咱爱人去同步翻译咱就爱看出来安尼。这个是一个新的物件，对咱足需要这个技巧。你爱提供这个时间我真满意的，感觉了这样代志。嘿，好，的时候，其实我办这个线顶的练习吼，我就是想讲，大家有兴趣会当来做伙练。啊，当然，其实我相信台语比我讲了好的人真济。啊，我主要是甲大家分享讲，咱咧练干部统一，主要是安怎练安尼。嘿，啊，我其实基本上逐礼拜拢有办啦。啊，大家若是有兴趣吼，会当来听看卖咧。啊，若是想要做伙练嘛，会使。啊，就是固定成员人较少的时阵，你要来试看卖嘛是会使。
啊，即马伫迄个6月9号，我分享即个 Google Sheet。其实我面册 Threads 卖讲啦，啊，只是讲我当我即个 Google Sheet 已经写伫遮，啊，大家看到这啊有兴趣，时间到礼拜听嘛，是会使吼。嘿，就互大家一个若是想要做伙练吼，会当做伙啦。嘿，好，请讲。嘿，电量光先生，咱剩7分钟尔。亮光先生是要分享啥物？对，好，谢谢。嗯你敢捌听过一种即个现场的即个翻译啦？吼，就是讲你甲伊迄个有一个 subscription， 啊，你付钱了后，吼，啊，伊就是远端吼，请人甲你翻译，吼。我上早是听阮即个中会的一个总干事吼，伊讲伫西雅图遐有一间教囡仔开的公司，啊，就是专门咧替人提供即种服务。啊，改成若是有人伫后壁后端咧翻译做台语吼，有若可能会当安尼翻译就对啦。迄是伫远端咧翻译安尼啦。啊，正讲变做讲足侪较主要的语言吼，就是讲你讲的人伊随时用字幕吼走出来，还是讲用耳机听，比如讲伊用英语讲，随用耳机翻做即个韩国话，吼，还是中文，还是啥物款啦，吼。啊，你敢知有即种的远端的即个服务的公司？你敢捌听到有即种？即马可能有分做2个部分啦，一个是讲线顶，就是透过即个网络来提供即广播通的服务。这其实跟咱今仔讲广播通一模一样，只是讲伊是线顶咧做，啊线顶咧做，伊有一寡现场才有法度看到物件，可能看毋到，这是一寡较麻烦的所在。毋过基本上广播通伊就是安尼做。这是第一个，线顶伊透过线顶提供服务，就是其实共款是咧做即个广播通译吼。啊，另外一个应该是用即个机器吼来帮助，譬如讲即个字幕甲你拍，还是讲即马其实嘛有一寡较优势语言啊，英语、华语嘛有即个机器的通译啦。这其实分2个部分，一个是讲即马机器通译服务有出来，而且真正有较俗。毋过伊品质其实无遐尼好，因为可能每一个字、每一个词吼拢翻了袂歹。毋过伊咧讲的迄个方式吼，可是可能资讯可能伤麻，无经过即个经历，可能听众无一定听得落去。啊，另外一个是讲即个用机器来辅助吼，譬如讲甲即个字幕拍出来。用即个字幕拍出来有两个问题啦，一个是讲伊字幕吼走出来吼，至少会爱用一两秒的时间。大家想讲一两秒无差点就去差足济，对做同一个人来讲，你差1秒钟，迄就已经差足济。而且你看这些字幕时阵，已经讲到别里去啊，对，其实无一定有帮助。啊，另外一个是讲。看讲者像今仔蔡英文女士，因为伊的英语甲摕来训练即种AI 即种英语语料较无共，所以讲伊即个字幕拍出来，其实正确度无真正遐尼悬。这是嘿。我要补充一个，就是讲，假使今仔日啦吼，咱伫现场对无吼？啊，咱若讲阁有一个补助的channel吼。啊，逐个会当讲敢会当讲怎啊透过耳机吼，来听另外一个 audio 的翻译的 channel，敢有即种的可能性？头拄讲着讲，即马就是要即个啥物叫广播通译个即个遮来做，敢若是 Zoom 伊个机能设计了遮较好。毋过讲起来，我感觉讲其实上 low tech， 就是无需要啥物设定方式，就是讲你一种语言你就开一个 Google Meet， 还是真开一个会议，就是需要听啥物语言你就去即个网链安尼。当然安尼你爱切来切去啦，毋过大部分的听众应该就是伊就是固定想要听即种语言。安尼其实咱就是一种语言，咱开一个 Google Meet， 安尼其实较方便，咱嘛毋免去想讲即个软体要安怎操作安尼。好，多谢。
好，安尼是毋是剩3分钟？最后是梁光先生讲要讲啥物啊？是？安尼吼，我感觉今仔日吼，真感谢即个 Avery 吼，个恁遮有咧学习即个统一的即个朋友来吼。咱大家先来拍扑克一下啦，好，大家拍我今仔日非常真精彩啦吼。我的感想就是讲，咱即个世界台文化论坛吼，会当来讲即个遮尔专业吼，这统一这是不止专业的一个学问啦吼，咱会当用即个台语吼，来大家介绍即个专业啦吼，所以真多谢，真多谢吼，安尼希望咱以后阁有机会啦吼。咱后礼拜吼，咱后礼拜节目吼是即个，我来分享一下好无？我看卖吼，我当分享无 ？Share。咁快会着？等下，即马敢若要阁是我的画面吼。安尼吼，袂要紧，安尼无我袂要紧，我甲简单讲一下好。咱后礼拜吼是由即个陈金华老师吼，来筹备吼，伊要来介绍日头花工作室吼。因基本上即个工作室内面下骹有几个事工啦吼，一个是囡仔鼓的事工，一个鼓吹台语社，一个是人武八卦寮的读册会吼。有若是共即个时间吼，请大家留时间来参加。好，感谢大家。所以咱今仔日的即个论坛吼，就是到遮结束。若有要留咧开讲的吼，有哪欢迎安尼吼。好，若有代志的，请免细离吼，家己会当先离开安尼。我会阁留当遮时间吼，感谢。感谢，再会，拜拜。再会。再会。今日头先生嘛有来。咱伫遮吼，还是我是我是 Houston 吼 ，Houston JR， 我是有一个感想啦吼，对于Avery 咧讲诶，是我第一遍听到即种诶吼，我一个感觉就是讲毋知是我诶本身诶问题，还是安怎？第一，你要翻译诶时阵，当然就是咧讲诶中间，我著随袂当分心去听到迄个人咧讲诶话，这可能是无读着。好你咧讲迄个 shadow， 迄个 shadow listening 啊吼，还是讲 shadow speaking， 可能就无即个训练。个另外一个点就是讲，我定定咧听即个蔡英文伊咧讲诶时阵，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伊咧讲到尾伊若迄个较低诶迄个 pitch 若较低落去诶时阵吼，伫我即边，我就听无啥清楚。譬如讲 I have give a lot of thoughts。过来后壁迄搭遐，我连续听恁放3遍，我连续听3遍咯。其实后壁伊咧讲迄句话，我实际上我是到暂时我嘛听无清楚讲伊咧讲啥，所以我是一个问题就是讲，即个是我本身我耳孔的问题，还是讲是来 Avery 你来甲我，像我即摆 question 一个讲我听无，你敢会当甲我 make 一个 comment 讲feedback 上有可能是安怎？我听无。好好，等下，我感觉讲，咱平常时可能咧讲话吼，咱感觉讲讲话也是讲透过即个语言沟通是一件足简单诶代志，其实无遐尼简单。只是讲咱平常时咧讲，可能就是较习惯，比如讲华语像什么英语实际上咱真正咧听时，其实就算是你定来讲话，一定有听无清楚，听毋着。
譬如讲，我即马住日本嘛，大家听着日语点啊，大家可能住美国、加拿大的人，有较侪大家听着英语。其实讲真正每一字每一个词拢听较清清楚楚，毋是。毋过，咱咧理解时阵，咱已经毋是讲真正用迄个字去理解，一定用一寡家己本来知影物件。譬如讲，就算讲譬如讲大家若是，譬如讲我家己即摆是工程师无，我听日语，我日语嘛无真正遐尼敖啦，虽然讲来日本都济，毋过有当时听着一寡关键词，我就知影伊要讲啥物。我其实一寡字我毋免听遐尼清楚。我相信即马大家就是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做人是伫海外，伫海外咱主要平常是讲当地语言对毋对？其实无可能真正学到啥物母语共款。毋过若是家己各位的专业吼，你其实大概听着头里怎样讲后摆要讲啥物，因为差不多就是安尼尔。啊，咱搁转来讲一个蔡英文读书的演讲吼，因为英语其实英语是袂歹啦，啊，当然英语嘛是博士嘛是伫英国读的对毋对？毋过英语毋是个母语啊，即个咱咧听的时候，有当时可能较无遐尼关系，啊，伊平常时可能真正讲英语嘛，无真正讲遐尼济。这个时阵，我感觉做统一的时阵，咱真正就是去想讲，伊为虾米讲啥物？为虾米要讲即个？为虾米会讲着啥物鸟啊、啉咖啡啊是安怎咧？重点伊遐要讲的重点，譬如讲伊要讲的重点，可能是譬如讲，甲大家讲一个生切，讲哎呀，伊大家想讲伊总统落任嘛，要安怎啊？其实伊毋是要做这，伊是想要做甲一般人共款做跩的代志。啊，头拄讲的会歹势，头拄讲的迄句咧是倒一句。我较想袂记，敢袂使个讲。以后不要伫遐咧讲，伊讲 I have given a lot of thoughts。伊要去对台讲 I received invitation overseas。I give a lot of thoughts。过来伊后壁讲迄句话，我实在是听，我听无伊咧讲啥。无大家若是有兴趣，咱过来听一遍，好吧？嘿，安尼我你这，你这有时间。会使。等下吼，Good morning. That I join you all at the Foreign to. As many of you know, I completed my presidency in May of this year. Since then, I have been doing something that I have been longing to do. Doing things that a civilian with my dogs and cats, and sleeping, of course. Now, during this time, I received many 应该是为遮开始嘛，对不对？好，咱过来听一遍哦。invitations for overseas visits, and I have been given a lot of thoughts on where I should make my first stop once I am rested. 好，我听到了啦。就是这个后壁伊是咧讲。我认为伊讲的迄个字可能是 resident， 可能是。毋过咧遮呢，我感觉讲，除非讲咱即马是要甲即个伊讲的甲伊做一个字母甲伊拍出来是翻出来。若毋是安尼，其实实际上咱去看后壁，其实咱就知影讲伊重点就是讲，伊本来想讲要过一般人的过一般人的日子，甲猫仔狗仔做伙安怎？毋过因为做侪人来甲伊邀请，你开始想讲，是毋是伊总统的任会当做一寡代志安尼？所以讲。伊后壁到底是讲啥物 ？Once I am 啥物 ？Once I'm resident，Once I'm 啥物？其实咱知影讲，伊重点就是讲，毋是总统了后会当做啥物？重点是一个。感觉讲咱甲即个重点讲出来就好。感觉做统一一开始学统一后有一个所在，感觉讲即字我听无要安怎？即字听无系啊，千万毋通安尼。一般来讲咧，自然人讲话其实自信无肯定敢若出现即边，像伊其实。头前一直咧讲即件代志伊总统的任了后想要做啥物代志，伊本来想要讲我就是来看这啉咖啡，毋过做者朋友就也习惯来邀请，好啦，安尼我想讲安尼我会当来访问一个，重点是一个千万讲，因为做统一尤其是公部统一，真正无时间去想，即种实际上袂影响到重点的，可能就莫去想遐尼济，有可能真正讲毋对啊，因为伊就是英语嘛，毋是母语，平常时可能嘛无真正讲遐尼济英语安尼。
我拄则吼，有要讲问一个问题，但是可能时间无够，我无讲啦。我想你今仔日即种诶方法吼，我感觉讲足人好啦吼，就是讲要教朋友种物件，我想同伊敢有可能通教。我想恁即种诶方法，就是讲你大声，就是讲你先听吼，照伊迄个咧讲者诶原文吼，就去甲 repeat，再了一步来安尼，听有一个特殊啦。我是想讲，过来了，有互相评论，叫人家评论，了有问伊家己咧翻译诶迄个本人讲伊有啥物款？我想即种诶方法啦，敢是恁伫较早你咧读册诶时阵，用诶教授诶方法？冇对，嘿嘿。我就想咧练咧，嘿嘿。基本上我咧做即套就是，毋是干那台湾啦，其实我伫日本嘛去上过即个统一课程啊。其实全世界咧练干部统一就是安尼练。毋过，我有注意到一件代志，就是讲目前啦，台湾本土语言即个运动界吼，可能安怎讲？台湾即马吼，至少我家己听着，我发现讲。出来做本土语言统一，可能是毋知影讲会当安尼练，所以讲，譬如讲，啥物10月10號有無？迄個典禮有無？毋是有台語統一，我注意到講，因是差不多2分鐘在換一遍。一般來講啦，練干部統一，你至少練較有法度連續做15分鐘。你一段的話，這可能因真正台語真好啊！這個華語台語的對翻吼，真正嘛是有法度隨反映出來。毋過因實際上可能就是無照這種方式來練過，所以講伊嘛毋是講無動頭啦，無法度連續翻遐尼久吼。嘿，我其實來分享這我家己的理念是講。毋管講未來即個本土語言即個統一嘅市場，還是講需求安怎，咱至少愛有人知影講要安怎練，到時陣真正有即個需求吼，有法度甲伊練起來安尼，莫講用即個語言教學語言教學就是即個詞就是翻做啥物字，即個詞就是安怎翻，迄是定確嘅物件。實際上你安尼翻譯是聽眾一定聽無。有一寡無受過即種專業訓練的一寡台語老師，因台語是真夠無毋對，毋過我聽到因可能咧做統一，也是講咧演講時，我發現講因敢若就是嘛毋是講頂風神啦，就是因個調工用一寡就是大家較毋知影的詞，大家感覺伊足厲害，大家感覺伊足厲害，這真好啦，這無問題。問題是你要去做統一嘅時陣，是來服務即個觀眾，有無？像今仔你華語翻做台語可能無差，因為實際上聽你台語統一啦，伊其實華語較聽有無？咱若是甲英語翻做台語，迄無共款哦。聽台語統一，可能有一寡真正是英語聽到較食力。嘿，這時陣，咱就是重點毋是你來頂風神用迄啥物 C2 誒，即種 C2 級別是重點是你用台語盡量用台語人較聽有一寡講法安尼。所以講像頭拄啥物頭拄新聞，毋可能講啥物 tough challenge， 即個 tough 要安怎翻，啊是講有啥物一寡詞，你就算講即個詞攏翻了做水開，頭拄有無伊講遐爾濟，咱佇遐翻了做垃圾，你台語聽眾聽袂到，其實就無意義。因為譯者你是愛替講者講話，替即個觀眾來理解講者咧講啥物。我是希望講至少台灣即個尤其是本土語言界，會當理解到即個概念啦，莫特別啥物講大家反正攏敢若是來電講哈，我知影遮個詞，你毋知影，哈，我較厲害安尼，真係敢若怪安尼，毋是咧溝通。因為你這點吼，我感覺足有同感啦。即唔係干那講佇即個統一領頭，我是講佇寫作本身啦。就是講你應該你拄則咧講，就是講要 user friendly。你用即個讀者嘅觀點你來寫，當然即文學創作，若講是藝術創作，迄可能毋是安尼。如果你來寫論說
迄个文字应该是爱考虑 user friendly。啊，就我发觉讲，咧写台文的遮的人吼，伊足标题啦，足标题要强调政治正确啊，吼，啊，足条要表现即个台湾意识，啊，足标题讲哦，我即个阿公阮是阮阿公在咧用的吼，所以足正讲的，足关键。啊，迄关键台语即马听起来足价格啊，吼，无 user friendly。啊，毋过即个种的观念吼，我是感觉讲，应该是有值得大家来论啊。咱讲这无一定，大家无一定会同感。啊，我是做一个消费者，还是讲要经营一个平台，互大家人感觉讲沟通较顺遂为主安尼的时阵，我是有迄种的感觉啊。啊，毋知你为虾米款的看法啊？我即马因为我嘛是逐礼拜拢会办山顶活动有无？有当时啊，当然，我感觉讲民主社会有无一个多元多语的社会，大家主张无共吼，我感觉这真正常。啊，毋过有一款伊就是讲，你安尼毋对，一定照我讲诶。我感觉敢若怪怪诶。比如我举一寡例吼，譬如讲。我会讲开时间哦，这今仔这山顶活动开2点钟安尼，对我就拄过人讲，台语袂当开时间，台语讲用时间，为啥物？因为一定用开钱。我去查，我发觉无毋对，就是一开始就是开即个动词，吼，咱讲到即个消费哦，可能是接着钱。毋过现代台语真正就是足侪人安尼讲，我个人意见是感觉讲哦，咱就是甲时间当作钱即款的资源，安尼开时间，我感觉真正足侪人讲，啊嘛感觉这样足出咧。啊，有一寡人伊感觉讲安尼讲怪，我感觉袂要紧，安尼就莫讲。啊，毋过拄着一寡人就是，伊就是。大边拢爱甲我讲，你袂当咧讲，你一定改过来。我想讲，这台语是我台语，毋是外语呢，台语是我母语呢。啊，我感觉讲，这会使我边仔的时段嘛，会使为啥物爱听你的？啊，我讲最终我感觉讲，因为语言吼，语言的标准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我即马冇咧读博士啦，其实语言的标准就算是华语、英语，伊标准毋是用电口的物件。英语、美国英语、英国英语，即个澳洲、印度完全拢无共啊。这你讲英语有标准无啊？日语伊虽然有即个标准语，有即个标准句的概念，不过实际上民间嘛是做者变化。你讲一个字要安怎写，共款一个字，共款一个意思，共款一个用法。日本民间嘛是几啊种汉字啊。你讲其他的，你讲台语无法度标准化，其他语言标准敢真正的标准化，其实无一定是大家无去想到尔。啊，个拄过一种就是讲啥物哦，你袂使讲为啥物，伊定讲是安怎，绝对袂使讲为啥物。我想讲为啥物？为啥物袂当讲？有可能啦，有可能为啥物是后壁才出现的？毋过至少对我来讲啦，是安怎甲为啥物的语感其实无共。当然，大家的生活即个经验，甲我无一定相像啦。至少对我来讲，两种拢会当接受我两种会当接受。只是我感觉讲是安怎甲为啥物语感小可无共，是安怎有可能是要问较深，还是讲家己骂，是安怎你甲伊做伙，无要甲我做伙？啊，为啥物可能这开口可能无遐尼重？对我来讲，这就是因为我接触到台语，我接触到这演化。我讲你嘛无一定爱懂的，因为你的年代也是讲你的生活经验，甲我无一定相像。毋过我认为讲台语要活起来，就是莫甲伊当做一个外语。啥物叫做外语？外语就是老师讲啥物，你就是对咧讲。啊，即马做者台语问家感觉讲哦，我台语老师安怎讲？我台语老师讲啥物？为啥物是华语的物件？绝对袂使安尼讲，伊出去就拄着大家用台语讲为啥物？你袂使安尼讲，伊定讲伊是安怎？安尼怪怪呢？这咱台语是咱的母语，毋是外语。我感觉毋免他们老师讲啥物，你就登去甲时代讲哦，你安尼讲毋对。我感觉安尼小可过头啊。因为我照我的理解吼，做一个迄个语言学家吼。伊基本的素养吼，毋是要来为迄个语言指导人安怎讲做主，伊是主要是要记录迄个语言吼。啊，其实是若讲要建立思考，还是讲要用这上好的方法是用计算语言学的方式，伊就是来这个词来收入来先，啊，你来分这个词频嘛，吼，啊，你就是用迄上接出现的遐个物件。啊，来做优先，来使用啊，来方便
大家会沟通，尤其是伫语言教学这方面，更加就是安尼。毋过即马吼，我是感觉讲，拢去要看走抓去啦，就是讲爱强调足断定的，足个古早安怎讲的，无你就讲你这就互中华民国影响去啦，啥物物件啦吼。所以啥？所以到尾啊，连我即马嘛都去用拖去，即我家己咧讲话时，干面另外自我设限呢。我讲一句，敢是中华民国话？毋知恁两个老有即种现象无？我会感觉，我有时会感觉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台语是社会运动啦吼，主要就是讲台湾要建立一个正常的国家，咱有一个语言做咱的基础安尼。用这个角度去推测台语是上要紧啦吼。多一字讲了毋对吼。我这个是51%，你是49%，这又无啥路用啊。较大的吼，较大的赞助视野较宽，这点了调较要紧啦。我个人啊是感觉讲，古早的这个台语吼，因为至少日本即马就是台语文献保存较胶转，可能就是日本时代因为我嘛晓日语啦所以讲即马咧做台本翻译的时候，我定来查这日本时代这个台语有无我感觉这拢是真好的资料毋过有一派吼，会感觉讲就是有较早的讲法，咱就绝对袂当用现代讲法，譬如讲这个大学毕业，还是讲大学毕业，这个我讲古早是讲出业，咱一直讲出业绝对袂当讲这个毕业。我想讲，阮阿公就讲毕业，为啥物袂当讲这？当然，伊的主张是讲这个毕业，还是讲毕业这个词吼，变调也无共啦。伊讲这个词是华语过来，咱袂当用华语，咱爱用古早。结果我去查，这个出业其实是日语迄个数字语，迄个汉字变过来，而且伊是迄个字变毋对。当然我感觉这嘛是一个真趣味啦，就是古早这个讲法。我感觉讲古早这个语料就是80当前、100当前，大家安怎讲尽量去学。毋过是毋是讲现代咱有听过特别当讲一定要古早，我感安尼敢若嘛怪怪。咱莫讲台语啦，其实所有语言，日语、华语、英语，伊其实过10当、20当拢会变做侪。我相信大家有无甲囡仔人讲话，就算是共一个文化背景，共一种语言，你发现讲，什么囡仔那讲这我哪听无，一定有这种变化。感觉台语，即马台语是较弱势，一寡现代的思虑吼，也是讲生活思虑拢无，咱尽量家找定也无要紧。毋过嘛，莫讲去限制讲一寡较后壁较现代，虽然我讲，这看起来甲华语相像，咱嘛去，无定是台湾是新台语先安尼用，后壁华语才安尼用呢。咱莫就是看着敢若看着这个乌影的开情，敢若看起来甲华语相像，咱就讲这华语就该单调。这可能无遐尼简单尤其是汉字口做者共同的词吼，这到底是上新本来是的这种言，这是真歹讲。我感觉莫讲看着敢若甲华语相像的，真亏情况，这袂当讲，这华语去这是中华民国的物件。除非讲你有一寡学术的证据来当证明这件代志啦，无讲这种话可能较莫讲呢。其实上重要的是，台语要活落去吼，是爱创造迄个使用的环境啦。无你个较好、较外端调、外口讲，你无迄个使用环境的时阵，你就袂流通啊。系啊，即马其实吼，咱做台语文的通法律吼，其实毋管按照法，一定拢有人会无。有人会袂爽啦，讲这阮阿公袂安尼讲，这我无听过安怎，一定有人无欢喜吼。毋过我感觉讲，就是安怎讲呢？就是头拄讲着讲爱互华语有即种使用的环境吼，就是每当逐遍讲着台语拢是啥物咧学台语，逐遍拢是讲变调啥物白话字啥物哈呢？逐遍拢讲这毋是安尼一个语言要活起来，就是无共的专业。无共的专业拢是用台语，毋是干那用台语讲，用台语来读，用台语来写。所以讲，我有办迄个台语台湾台语通翻译工作，我常常拄着迄种就是，伊嘛毋是要来学统一甲翻译，伊就是要来学台语。我讲，
阮遮毋是来学台语，阮遮是来学统一甲翻译，只是讲拢是台语人的专业社团，所以讲台语的听讲读写这是上基本的。啊，毋过可能即马做地伫台湾，大家讲哦，台语上就是来学台语，就是来学安怎写安怎讲。我感觉可能后一步啦，就是台语爱真正正常化。就是无共个领域，会当实际上用台语来沟通，莫特别拢讲哦，这字要安怎写来讨论讲哦，这白话字啥物代的较好。你爱用倒一套就用倒一套好，真正用台语来讲生活诶物件、专业诶物件，才有法度台语个画起来安尼。真同感。Yeah。啊，多谢多谢。好，多谢大家。你刷了个有节目吼，安尼真感谢你。好，安尼，而且讲你即讲，我感觉真即个理念吼，我是真真会正确啦。讲台语就是在各种专业吼，咱就是会当用台语来讲。这嘛是咱迄个台湾文化论坛吼的使命啊，有目标就是安尼啊。你不管你来讲啥物款，无你要来讲统一不要紧，你来用台湾。你用台语来讲看卖啊！吼，咱就是台语文本位啦。我想要挖落去，就是讲要用台语文做做中心点吼，给当做是一个咱的一个本位啊。咱就唔免讲对着啥物人咧行吼。所以拄则赞成遐咧讲好，咱若讲即个甲台语运动吼，拢含建国拢系合作伙。我嘛足赞成建国啊！毋过你建国的市场，你就是一群人尔。你敢讲咱台湾民族内面敢无主张讲其他的想法咧？安尼是毋是讲咱的即个台语文的市场，就是讲缩力搁较下苦啊？所以我是讲咱应该先用台语文做本位，咱一个台湾民族，咱这台湾民族内面会有可能有无共款的政治主张？迄不要紧，咱会当来入来即个平台，咱来辩论嘛好吼，来互相来影响嘛好。安尼开始咱台语科啊健康的发展。无你若想着讲好，就伫遐烧咩？安尼可能是较无健康。多谢，多谢，多谢。安尼多谢大家吼，互我有即个机会来分享。以后有机会吼，你在读啥物博士，敢会当甲你请教一下？哦，我博士就是做台语翻译的研究啦。做台语翻译的研究。好，安尼，多谢，多谢，多谢。好，大家再会。好，谢谢大家，拜拜。拜。顺林。